哈巴谷書第3章17至19節。雖然無花果樹不發黃，葡萄樹不結果，橄欖樹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糧食，圈中棚內絕了牛羊。然而我要因主歡欣，因救我的神喜樂。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，因救我的神喜樂。主耶和華是我力量，主耶和華是我力量，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運行在高處。